上拍的我，今日来主持的歌手有魏如萱。我至少我还可以有能力，可以用我的声音，用我的歌，然后去治疗一些伤心的人。如果可以在歌里面给到他们一点点勇气，给他们一点点希望，我觉得啊，这些人就有用。枪击泼辣。伫国外的演出就是，伊若无介意，你就会被虚下台。所以恁去法国嘛是共阮唱恁家己创作的歌吗？唱台台语歌，台语歌哦，哇，好啊袂歹呢，真正是台湾之光呢。大家拢来手开面啊，大家拢来手开，看啥该有最可爱的人情味。上好听，上时间，上经典，上趣味的，上甜，上拍台湾歌。也是台